来乡亲啊，甲镜头刷到台南，来看台南有一间店推出着天霸王的海产面，要等人来挑战。有虾啊40尾，红鲟8只，青蚵啊35粒，加上6份的面线，还有高丽菜。只要你喺半点钟内食到了，除了这碗免钱，阁要送你奖金1000块。这尔啊霸气的海产料理，果然引发着讨论。 香乖乖海产面线，敢若家芳上刀，就真正黑。家芳去你帮啊顶帮6公斤，真正无喊好。重量级的海皮，做一摆拢底伫咧一碗空，头家用料真正受够拍手。 大只鱼仔伫咧花仔内底快煮，食甲红记记，红鲟家切开，满满的虾仁膏，气味真惨。唔然呢，大粒的蚵仔摆伫咧碗空，根本看袂到体。Q 底地面线加满件的海产，互查甫囡仔看甲是目睭体甲真大气。是可能要一个家庭，或者是约亲朋好友来吃才比较适合。海鲜的量真的蛮多的。哦，海鲜量真的蛮多。那其实螃蟹里面的话，黄的部分非常多，不花而且很划算，没有说很贵。台南这间复合式餐厅推出大碗公的海产面线，40只麻油虾，8只红鲟，39粒蚵仔加6份面线，还有高丽菜，一碗1900块有得走。不过若是大胃王来挑战，有机会食变钱虾，可以当得到奖金。卖1899，它在30分钟内，它把它玩死，吃完的话。 这碗免费，我们店家再包1000块红包。超霸气的海鲜料理，敢若用快，就互大家是讨论甲来试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